花莲跳影艺术节今年办到第3届啊，因为4月初3拄当大地震，今年艺术节邀请台湾地震科学中心的科学家马国峰来做伙规划，甲科学结合艺术来安打当地因为地震着惊的心情。 今年4月初3，花莲和大地震又甲如苍苍。地震前后的波纹拢互米达斯理论工作站的观测机器记录落来。地震前画面清清气气，地震开始了后，就出现复杂的振幅。为着要甲地震透过科学和技术呈现互民众了解，今年花莲跳龙艺术节毋但以地震波纹做主要视角，嘛邀请长期研究地震的台湾地震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马国峰和作家景德军等人共同规划。所以除了地震科学里面，它可能 看到一种最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这种很重要的科学现象之外，它对当地的区域、对台湾的地震防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么重要的观测点，一个这么最先进的观测，也希望可以跟朋友们分享。那在这个复原的过程当中，艺术家跟写作者，还有各式各样的摄影，以及 在美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者呢，也许是提供我们心灵抚慰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今年艺术节的主题都合作星球博物观测站，邀请侪地方创新团队、艺术家含着影家等等，要用讲座、画图和体验各种方式，互民众了解花莲人面对地震的生活态度，嘛毋忘透过科学也有艺术来了解着惊的心。 从在地神话的角度，从在地生活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去谈一直在动的土地。就大家想说，土地就是要稳稳的踏在土地，在我们土地其实在动。那这群人怎么活得下来，以及如何？花莲文化局希望透过艺术节，互民众了解花莲的特殊性。今年花莲跳龙艺术节自11月初2到明年正月初5，除了有侪活动，地震科学家马国峰嘛会伫咧花莲的米达斯理论工作站，带民众了解地震观测的工课安怎进行。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